新闻的头一条来看，这个台中乌日有一间铁皮厝，半暝火烧厝，消防队甲调离2楼的母仔囝救出来，紧急送病院。但是50岁妈妈甲17岁查囝也是重伤死亡。警方调监视器发现一台箱仔车伫火烧进前，马库冲撞到铁皮厝的大门，搁甲车挡伫门口。原来驾驶是住伫铁皮厝边仔的厝骹。 甲厝主有纠纷，双方也咧拍官司，可能是不满，所以放火烧厝，结果害到厝主的新妇甲查某孙重伤死亡。本色的箱仔车伫咧巷仔内底不久，扫落来弄到铁厝的大门，厝一个就着火。消防队员为2楼把母仔囝救出来，2个人拢有大面积的烧烫伤，已经无生命现象。 消防人员救水线并势拍火，昨半暝台中乌日5公路一个2层楼的铁厝熊熊着火，住伫内底母仔囝就是厝主的新妇甲查某孙，因为2楼的铁窗啊无法度逃生，2个人奉送医拢救无活。祖祖阿嬷甲大汉囝住伫咧隔壁，无互大火影响。经小调查，火灾的原因无单纯，原本住伫隔壁的厝骹64岁酷刑查甫人，敢若半暝走来放火，造成2个人死亡。车子的地方这个修理车是被 铁卷门压住的地方，好像蛮奇怪的，需要做详细的火灾鉴定。祖祖的囝怀疑火灾可能甲厝骹的纠纷有关系。之前就有纠纷呐，隔壁那个行为怪异啊！案发现场附近的监视器，若方向歪去，线路嘛互切断，监视事前就互破坏，搁爱查证。警方调查，可是查某人犯案了后，敢若是惊食罪自杀，奉送医。到底双方有啥物款的纠纷，互可是查某人这么不满？因为租赁纠纷，原屋主就请他离开，产生一些纠纷，甚至有时候会骚扰原屋主，双方都有互相提告诉。可是查某人目睭弄铁厝的大门，搁敢若甲车挡伫咧1、2楼的出入口，敢是想要影响母仔囝逃生？警方搁来查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